真相可以被黑暗埋葬，血肉可以被烈焰吞灭，可信念不会。风会将真相的种子埋在地下，时间会让它发芽。我绝不会就此认命。终有一天，我会再次站在你们面前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脸上终于完全修复了，后颈处的那块严重烧伤，照你的意思没有一并修复，而是先用一朵莲花刺青来掩盖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你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。现在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了吗？甘露堂，罗家大小姐，罗爱莲。依卦象所见，你家中姐妹几人的命运，会因为一位男子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那这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是福还是祸？凡事一体两面，祸福相依。有些事看起来是好的，却未必就是甜头；有些事听起来是坏的，却也未必没有转机。一切最终还要看小姐如何抉择了。姐姐，算命先生是不是说咱们姐妹未来的好坏都系在一个男人身上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这个算命先生只有一套说辞来糊弄我们啊！他竟然以挡祸解煞的名义诓骗咱们三姐妹，双双就被他骗的花了好大一笔银子，请了姻缘符呢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小姐，三小姐让车夫赶着马车回家去了，像是都员外的公子要来府上做客。啊？周姨娘，都麻利点啊！是。让你在前厅准备东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老爷，妾身想去问问杜公子有何忌口，也好做个准备。杜公子此来，怕是有意与我们罗家结亲，你莫要坏了好事。妾身自是晓得轻重。你虽为姨娘，也应该为爱莲操些心。她娘过世的早，还有雪儿，她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不能因为偏疼双双，当着雪儿与你分了心。是啊，老爷。小姐，姻缘符我帮你挂起来吧，小心点啊。是。你这贱蹄子，你是没长眼睛吗？要鬼坏我的好姻缘吗？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买的，你说你是不是存心的？你说是谁又惹我的女儿生气了？娘，他故意拽断了我的姻缘符，要坏我的好姻缘。不是的，三小姐，奴婢不是有意的。你还敢顶嘴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坐。绳子断了接上就好。你快好好打扮打扮，一会儿好去见杜公子。娘，你要是早点让人到庙里告诉我杜公子要来就好了，我还能多点时间打扮打扮。你现在也不晚呢，只要你赶在那两个丫头回来之前，给杜公子留下一个好的印象，娘就有办法帮你促成这门婚事。还是娘最疼我。来，杜公子，
一杯薄酒，不成敬意。大伯父客气了，谢谢二伯父。来，老爷吃菜。好。父亲，女儿近日刚得了一种叫白山银针的好茶，润肺生津，您喝着解解酒可好？好。双双这孩子孝顺，有一点好东西就想着赶紧给老爷送过来。前些日子他见我的烙子旧了，不声不响的就给我打了一个新的。老爷，你快看看双双，眼睛都熬红了。这烙子做的甚是精美，三小姐的孝心令人感动。杜公子若是喜欢，我再打个3、5条给你。不如三小姐帮我个别的忙吧。我刚听伯父说，甘露堂正在生产一种入口更加绵和的加饭酒，我想给家父进一批。三小姐只需要告诉我这酒的名字。这酒叫做春不老。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大女儿爱莲，二女儿雪儿。快见过杜若山，杜公子。见过杜公子。杜公子，甘露堂的月下逢更适合令尊大人。多谢大小姐介绍。那在下斗胆一问，罗二伯喝的这是哪一款酒？这杯中有沙城的水晶酿，混合了甘露堂的竹叶青。我猜，应该是见多识广的杜公子亲手调制的。大小姐好本领啊！我们家爱莲啊，识酒也能酿酒。刚刚提到的春不老和月下逢，都是她的手笔。这酒名取得也甚是雅致。大小姐才貌双全，令人佩服。公子此话差矣。这2个别出心裁的名字是雪儿妹妹取的。这春不老和月下逢卖得好，还是妹妹的功劳多一些。二小姐好才情。多谢公子夸奖。今日难得有客来访，欢聚一堂。罗家好久都没有这么热闹了。爱莲、雪儿，快入座。哈，都坐，来，都坐。瞧我这3个孝顺的侄女儿，我这单身汉啊，真是羡慕。哥哥，我也敬你一杯。这才刚见一面，事情还没个定论，别那么沉不住气。杜公子都让小厮给那贱人送礼物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急有什么用？谁让你平日里只顾着摆弄胭脂水粉，不好好学习酿酒，在杜公子面前不得脸，还惹得你父亲生气。爹只顾自己面子，也不替我撑腰，他是老糊涂了吗？住嘴！你父亲本身就偏心你长姐，有意想让他接手甘露堂。若你刚才那混话让你父亲听见了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碰罗家的产业了。娘，我这些年任劳任怨、做小伏低的伺候你父亲，对罗爱莲也是极尽关心，可他就是不肯扶我做正室。他既不为你我打算，我们娘俩的将来就只能靠自己了。娘，你要帮我。你先在屋里安安静静的待着，娘替你想办法。不行，我可等不了了。大师说了，一切看我的抉择，我不能输给罗爱莲。冰儿，一会儿把棋子酥给杜公子退回去。小姐，这不是服了杜公子的好意吗？雪儿方才吟唱的琵琶曲，你想想，开头每个字连起来是什么？爱却无虚情，若山无爱。二小姐心悦杜公子。
这些年，雪儿在我们家很是艰难。周姨娘虽是她的亲生母亲，却更疼爱双双。见雪儿与我交好，周姨娘跟双双便愈发的不顾及她的感受，可我却不能不顾及她。但是小姐，您平时已经够力所能及的关照二小姐了，杜公子可是难得的人选，错过了，可就不知道下一个在哪儿了。比起嫁人，我更希望留些时间陪父亲，把家里的生意打理得更稳妥。若雪儿能跟杜公子两情相悦，嫁入杜家，不再受人冷眼，这才是我更想看到的。杜公子，杜公子，站住！爹，这么晚了，一个未出阁的女儿家，在南客房外徘徊，成何体统？爹，我没有。你也不小了，也该收心了，好好的跟你两个姐姐学学。我自是不如两位姐姐，不懂得讨父亲欢心，还敢顶嘴！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，晚上去甘露堂替你大姐跟着师傅学习酿酒。啊！跟我回去。哎，爹！哎，进来吧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双双中意杜公子，你应该助你妹妹一臂之力，帮她赢得杜公子欢心。你亲妹妹若能如愿嫁入杜家，未来少不了对你的帮衬，总比让罗爱莲抢了先机的要好。娘，难得来找我一次，就是为了让我成全双双。我这也是在成全你呀。你以为你卯着劲儿的讨好罗爱莲，她就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吗？但只要双双能嫁给杜公子，倒是借着他的光，我一定给你许一个富庶人家。不必了，娘为双双筹谋就好，我的事情不劳您操心。该不会你对杜公子也有意吧？如果我说是呢，娘也会像为双双筹谋那般替我考虑吗？难怪今日家宴，你跟罗爱莲搭台唱戏，合起伙来欺压你妹妹。我何曾欺压过她？双双和我都是您的亲骨肉，这么多年来，双双只要一有不如意，娘您就如此着急。可是我过得好不好，娘您在乎过吗？母亲二字，本应该是天下最珍贵的称呼，可心掌偏的人不配。放肆！我警告你，最好早一点看清局势，和我们站在一边，否则没你好果子吃。姐姐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杜公子他死了。姐姐，你别哭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刚才他来房间。我要向罗家提亲，求娶你。
谢杜公子抬爱，可婚姻之事，当凭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公子还是快请回吧。我拒绝后，他要对我用枪。杜公子，我只是推了他一下。他进房间来，喝了酒，面色也很难看。莫不是喝酒引起的隐疾？不行，我要去禀告父亲，通知陆家随从。姐姐，你细想，倘若杜若山是隐疾跑病，那与姐姐无关；但若是让人知道他是死在姐姐的闺房里，他们定会认为是你做了什么，到时候你混身负责也说不清。那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如果他是死在自己的房间被发现的呢？把他放回他本该在的地方，就不会有人把他的死和姐姐联系到一起了。马车停到门外面，一会儿随我去车上把东西搬下来，整理了收拾好，给我们杜少爷送到房间里面，听明白了吗？是，怎么办？先把它藏起来。是不是？谁啊？谁在那儿？谁啊？谁在那儿？谁？出来！谁呀？行了，都别看了，多半啊是这院子里的猫，干活去吧。是。罗继达，你给我出来！罗继达，罗继达，你还我儿子命来！我说杜员外，令郎去世，我们都很痛心。仵作也检查了尸体，现在就让仵作把检验的结果说给你听。尸体嘴唇发紫，经脉肿胀，在下判断，杜公子应是死于胸痹之症了。我儿子年纪轻轻，身体一向很好。员外有所不知，胸痹之症十分狡猾，患者长期患病却不自知，一旦饮酒过量或者情绪激动，可能纵然发病，危及性命啊！你们罗府找的仵作，还不是看你罗继达脸色行事？若是杜员外不相信我们罗家找的仵作，大可自己请人来验尸啊！这令郎兄弟死在自己房间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还望杜员外节哀顺变。节哀顺变？我儿子死在你府里，你们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。来人，给我血战血场！镇守将军徐承风设巡防辽城治安之事，谁敢造次？是我杀的。
我的儿啊！仵作说的确实没错，杜公子死于胸壁发作。儿啊！杜员外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确实是人生的一大痛。还希望您节哀顺变，不要因为此事伤了我们两家多年的情分。杜公子死于胸壁发作不假，但还有一处伤暂时无法解释。人在生前受伤，血脉会收缩，会出现明显的淤青；但死后受伤，血脉没有收缩，便不会出现淤青。杜公子这脚上有2处伤痕，虽有印痕，但却没有淤青，说明这是死亡不久后造成的。请将军明示。看这形状，应该是被什么圆形的硬物磕碰到了。且这靴筒上有被拖拽之后留下来的污渍，说明这尸体很可能被人移动。在运尸如此紧急的情况之下，还能出现尸神，说明这搬运尸体的人力量不足，而且很有可能是一名女子。杜公子这伤势如何形成，暂且只是推论，但人确实死于胸壁发作。既然这人的死因已经有了定论，还望你们不要继续寻衅滋事。如有任何疑义的话，可以去官府申诉。杜员外，还望节哀。儿啊！杜兄啊，我愿意把罗家田庄地契和甘露堂未来3年所有的应收，全部赔给杜家。我儿子一表人才，连京城的怡亲王都对他青眼有加，他就是老朽的命，怎么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你家？人死不能复生，杜兄，你要我怎么做呀？我给你1日时间，明日你们罗家必得交出一个女儿，同我儿子下葬，抵明配冥婚，否则我豁出一切，也让你罗家永无宁日！什么配冥婚？你放心，这就是死也会保护你们，绝不会让你们去送命的。爹，其实此事的确与女儿有关。昨夜，杜二山突然来我房间求亲，我断然拒绝后，他竟然要对我用枪，拉扯间，他才胸壁发作。禽兽不如！爹，将军不是已经有了定夺吗？咱们要不报官吗？他们杜家家大势大，现在又死无对证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可能会污蔑你，勾引杜公子倒打一耙，到时候你的清白全被毁了。父亲绝不会让你配冥婚的。此事你不要插手了，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父亲不让罗爱莲去配冥婚，该不会是想让我和罗雪儿去吧？罗爱莲和罗雪儿2个贱人互相袒护，父亲又一向偏袒罗爱莲，万一父亲听了那贱蹄子的怂恿，再把我推出去，那可不得了。
今晚的事，我就当做没发生过。公子，还是快请回吧。这个好说，伯父对我颇有赏识，只要你我心意相通，他不会不答应。可我与公子并非心意相通。并非心意相通，那你又怎会送纸条约我来相会？纸条？什么纸条？你自己写的纸条。我来了之后，你又装作浑然不知此事。我倒想问问大小姐，这般惺惺作态，唱的又是哪一出？杜公子，你看多了，杜公子。我真的是喜欢你，爱莲。这香味。双双嫌墨丑，不爱写字。爹特地给他研制了加香料的墨。难道是他？阁老所说的那些案卷都准备好了吗？还有一部分案卷未有。谁？他嘴里有毒药，养得起死士之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将军此次来聊城上任，表面上是巡方治安，实则奉圣旨巡查半年前丢失的黄标参谋图。可咱前脚刚到聊城，后脚就让人跟来探查，这文明也太快了吧！所以我们今后在聊城的行动要更加小心才是。看这形状，应该是被什么圆形的硬物磕碰到的。杜公子，谁？将军说这伤和那位杜公子的伤，没错，杜公子脚上的伤很可能就是这鹅卵石造成的。好了，看来我们要去罗府走一趟了。大小姐，他们出去了。好。就是这个味道。果然是他。我每天晚上都会去甘露堂巡查酒缸，冒充我的人定是知道这一点，才把杜若山约到我的房间。可昨天冒充我的人并没有出现，定是出了意外，不能前来。是啊，昨夜正是三小姐被老爷惩罚去学习酿酒。双双对杜若山的心思人人皆知，他定是以为杜若山钟情于我，所以想趁我去甘露堂巡查酒缸之时，约杜若山来我房间，想勾搭一番，再逼他成亲。所以这一切祸事全是因三小姐而起的。冰儿，你守好这里，我去叫父亲前来查看，免得他不认账。好的，小姐。爹，爹，您在吗？爹，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徐将军这边请。爹，让开！爹，口
口唇微张，喉部肿起，看起来像是哮喘病发作引发的窒息死亡。这尸体还是温的，应该刚断气不久。陆安莲，你看他父亲哮喘病发作，为何不叫大夫？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我刚来，你刚来，父亲就死了，有这么巧的事吗？一定是杜家人要你配冥婚，你怕父亲答应就害了他。父亲平日里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残害至亲呢？冥婚？你怎么知道冥婚之事？你见过父亲？我没有，我是在父亲房间门口听到。许将军，父亲刚刚断气，罗爱莲是最后待在这儿的，杀人的不是他还会是谁呢？罗双双，你胡说！够了！事到如今，我只问你一句：你是否搬运过杜若山的尸体？他嫉妒，对我不轨在先，争执出了意外，我只是一时害怕，为了生育，不想他的尸体出现在我房间。但我真的没有杀人，是罗双双，是他贪恋杜若山不得，伪造我的笔记，写纸条约杜若山出来，才闯下的大祸。你不但不知悔改，现在又想污蔑我杀了父亲。什么纸条？这都是你编的，有谁可以作证？你是在我房间里找到证据的。冰儿现在就在你那儿，他可以作证。许将军，他们主仆二人就是串通好了要害我，是他们做好了假证据，放在我房间里要诬陷我。罗爱莲，你还有第三个人证吗？你有吗？你说啊！许将军，就是他诬陷我，他才是那个最后出现在这儿的人啊！将嫌犯罗爱莲暂时收押，真相调查清楚之前，不得释放。将军，家父之死必有蹊跷，还望明察。你既无辜，何惧调查？田浩，将他送到罗家的柴房，明日一早移交官府。